为千秋不累，永为夫妻；千秋不配，永为夫妻。你总算过来了，你好棒啊！这么多人，你竟然挤得过来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！重围过来了，我就说，太可怕了啊！我觉得活着真好，天哪！好满足，太满足了。这么多烟看也看不见，放那么多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抗议！太多了，我都挤过来了，太可怕了！太可怕！我看到那边涌过来了，真的太可怕了。站着呢，站着呢。我也觉得要不站起来吧，后面基本上都是站起来。起来，起来！我们娘自己快起来！别挤了，别挤了！没有，他要双人舞的，因为我们杨晓初导演是。